2025年嘅香港喺經濟環境波動下，社會面對挑戰越嚟越大，貧窮、心理健康危機同經濟衰退交織。氣候變化更加讓環境同民生問題加劇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同香港樹仁大學相信，社福界能夠成為改變嘅關鍵之一。透過 ESG， 我哋可以完善社會福祉，促進公平與可持續發展，提升人們嘅幸福感。面對社會挑戰，社福界一直默默耕耘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同香港樹仁大學攜手同行，我哋致力於促進社會共融，提供必要嘅支援，並積極推動改變，為未來種下希望。喺過去嘅10年中，社福界一直用心努力解決呢啲問題。ESG 唔單僅係包括環境、社會同管治3個方面，而係實現社會強大嘅工具。當我哋攜手同行，共創未來，就有更多可能。呢段宣傳片係一個行動號召，透過跨界別嘅合作，以行動守護社會同地球。今日一齊出發，共創可持續嘅未來。